恭喜發財！咁就今日係年初五啦，咁就而家係其實夜晚嘅10點3嚟嘅。咁啊，今晚係呢集嘅剿匪參謀部，你見到我啦，就係一個人自己就喺度同大家咧係錄呢一集節目嘅。咁因為即係大家見到我初五咁嘅樣啦，今日呢個日子係比較尷尬啲嘅，因為係嗱啱啱今日就係要翻工嘅朋友。咁就要翻工啦，係咪？咁唔使翻工嘅朋友咧，咁係長假期之中，即係一早攞晒假，或者本身唔使翻工嘅，咁都有假期自己繼續係有節目啦，有自己嘅行程啦。咁所以我就不嬲，大家都知道我㗎啦，面皮薄，咁就唔夠膽就連開口問人咧係去即係同我一齊即係 partner 做節目咧，都唔敢去問嘅。咁所以就一早就諗住咧，即係如果係OK 嘅話，即係就自己一個人錄㗎啦，係咁。咁因為之前咧，其實係逢即係呢啲節日啊、長假期咧，都會病嘅傳統都係延續咗嘅。即係大家如果有睇我年初一錄嗰集呢一個匪夷所思咧，點解我會有啲剪接嘅效果出現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中途係咁 cut 嚇，嗰幾日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啦，係唔知點解空氣特別差嘅，係個天灰蒙蒙咁，大家見到呢一個年初二嗰個賀年煙花匯演就大家就即係非常之清楚嗰幾日嗰個天氣係點樣啦嚇，咁啊烏煙瘴氣嘅煙花嚇，但係又喺度粉飾太平，咁呢個都係好香港嗰個現狀嚟嘅嚇，即係好有寓意嘅係。咁其實就今日咧就我諗我錄2節嘅啫，係啦，因為都冇咁多嘢講，係咪？尤其是就係即係繼續炒冷飯啦，即係講翻呢一個即係特首選舉嗰個問題啦，係嚇嗱。當然啦，呢2日其實即係最大嘅新聞咧，就係嗰位即係呢個大陸嘅即係話某啲統計係首席富豪啊，嗰位即係根據呢個老蕭嘅講法係姓蕭啊，咁佢姓蕭嘅，佢呢方面真係權威啦，係咪？嗰位蕭建華係咪啊？咁就即係又俾人老笠上去嘅事件啦，咁就嗰個劇情係完全係同即係舊年前年即係李波嘅事件一樣嘅。嗱，有親友去報警，跟住就銷案，跟住就發個聲明話自己係非常之安好咁樣。咁嗱，呢樣嘢我真係冇乜內幕，或者冇乜分析去諗呢一個問題嚇。咁但係就當然啦，呢樣嘢就係其實最尾都係牽涉到即係內地嗰個政治嘅權鬥係有幾咁之嚴重嘅，而內地嗰個政治權鬥咧係必然係會延伸到落嚟香港。咁喺當內地嘅呢一個權鬥嘅問題延續到香港嘅時候，我哋係應該點樣去即係面對咧？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入獄隨砧板上啦，係即係冇辦法啦，睇住佢即係咁樣去做，而當中即係你咁樣今次就話醒目咗啊嘛，經一事長一智啊嘛，跟住揾啲即係本土嘅黑社會就夾上去啊咁樣，咁呢啲就係其實係都同我哋係即係有息息相關嘅，即係講緊例如即係香港再係咪一個安全嘅地方啊？境外執法係咪已經常規化係？咁同埋呢個當然就係牽涉到即係內地嘅政治派鬥爭同香港嘅政局嘅演變啦。我哋香港人會唔會調翻轉頭，即係橫掂都係趟呢趟渾水嘅時候，即係利用或者介入內地嗰個政局，而係去即係喺捍衛香港嘅價值嘅層面入邊，係會可以盡力地爭取一啲空間咧。咁呢一個就係牽涉到特首選舉嗰個問題啦。當然就係咁同埋你香港嘅即係政府，你包括係即係保安當局、警隊，係咪認真去對待呢啲咁嘅事情？咁同嗰個特首係邊個咧？都有好大關係嘅。如果你利用到本地嘅黑幫去執行呢一個內地某一啲即係國安部門嘅指示嘅時候，咁牽涉到你係咪去香港政府、香港嘅保安部門、香港嘅警方係會即係對本土嘅黑幫係
有一啲嚴加嘅整頓咧，定係即係如果佢哋為國家辦事嘅話，就即係放佢哋一馬咧，係咁樣。咁呢個同好明顯同邊個做特首好有關係啦，係咪先？繼續有小桃園飯局嚇，即係梁振英或者梁鄭月娥佢哋做，咁同即係第二啲人做嚇，而第二嗰啲人除咗胡官之外，其他人做係咪 lesser evil 咧？咁呢啲都係其實我哋可以延伸到去諗嘅一個問題咧。從呢件事件嚟講，咁但係呢件事好坦白講，我冇乜好精闢嘅見解，亦都冇啲乜嘢特別嘅獨家來料嚇。咁我唔識得同大家去分析。咁唔好意思，咁就聽我咁耐廢話，其實真冇講過嘢嘅。係咁課界係咁噶啦嚇咁即係有時候都幾得意嘅，即係大家如果有 subscribe 我嘅依個 YouTube channel 咧，其實就首先多謝大家 subscribe 先啦。唔知點解係好自然地係我睇翻個數字咧，係即係飆升得好快嘅，有600幾個 subscriber 咁樣樣。咁因為除咗 Facebook 嗰個通知，透過 Facebook 宣傳俾大家我有新一集節目 upload 之外咧，咁就其實就係靠如果你 subscribe 咗個 YouTube channel 嘅話咧，你就佢會自動即係喺你嗰個無論係電話或者係電腦上邊咧，就係會即係有一個 suggestion 啦。我有新片擺上網嘅時候，有個建議觀看啦，咁就大家就即係就會知道就係可以睇得到嘅。咁多咗啲 subscriber 咧，我發覺係對呢一個即係做短片啊，即係匪夷所思嗰字咧有好大影響喎。其實而家做匪夷所思咧係即係千幾2000個 view 咧都係有嘅，穩定地。咁而且就係多過平時即係逢禮拜三而家做呢個剿匪參謀部呢集節目嘅。咁都唔緊要嘅，即係我都會繼續做節目嘅，因為即係長嘅節目，即係好似寫文一樣。其實好多時候係你接觸到唔同嘅人嘅，我發覺。如果大家係真係即係所謂嘅槍粉啦，係嘛？咁即係感激大家，即係又睇我寫文，又聽我做節目嘅時候咧，咁亦都更加係即係需要得到大家嘅包容嘅原因就係咧，即係我寫文嘅內容係同做節目嘅內容嚇都會重重複複嘅，係因為可能咧有啲人淨係睇我寫文，有啲人淨係睇我做節目嚇，咁希望即係大家係體諒嚇。唔好介意嚇，咁世界難撈就係咁樣樣啦嚇。咁就特首選委嗰個問題嚇，咁而家就因為咧係上個禮拜呢個新年假咧，我就喺初三嗰日咧就即係非常之開心嗰日，唔係同人開拖嚇，因為赤口嘅關係，而係咧見到即係報道所指咧新聞報道就唔知點解咧，我相信都係專登嘅。即係呢個林鄭同埋葉劉啊，狹路相逢嘅係初三赤口，跟住梁鄭月娥就同葉劉講我恭喜你啊咁樣啊，咁葉劉就話大家咁話啦咁樣啊，跟住梁鄭月娥就話阻住你唔好意思喎咁樣係嘛，跟住葉劉就話唔緊要咁樣，咁無論係初三呢個日子，抑或係即係嗰張相上邊即係兩個人握手。兩條八婆嗰個衰樣，同埋佢哋對話當中嗰個衍生出嚟，大家感受到意思咧，都係令人笑爆肚嘅。即係首先，即係呢個梁鄭月娥就李家欣上身啦，係咪先？我真係恭喜你啊咁樣同葉劉講下。跟住第二句就話阻住你唔好意思喎咁樣。究竟係初三嗰日撞到佢阻住佢行街啊拜年啊，定係講緊阻住佢係即係得到中聯辦嘅眷顧係入閘咧咁樣咁。呢一個真係即係可以作出呢個無限嘅解讀。咁而家嚟緊就係星期五咧，就林鄭咧就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嘅參選分享會。咁時間地點咧就俾某啲立法會議員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 post 咗出嚟，因為咧我見到嘅就係最少毛孟靜同埋呢一個慢必咧都收到林鄭競選辦嘅一封邀請信嚇。咁佢哋梗係媽媽聲啦，係咪就即係話我點解會即係你點知我支持你咧？係咪先跟住就又跟住Miss Mo 就專門執一啲文法嘅嘢啦，咁樣你寫封信真係冇禮貌嘅，冇抬頭嘅，竟然係咁樣嚇。咁就所以就公開咗喺禮拜五下晝3點鐘咧，就喺會展去 book 咗間房咧，咁就係會有個分享會嘅咁樣嚇。咁但係嗰日好笑喎，嗰日咧其實就係應該係立法會好似係復會嘅喺嗰一日，咁就有議程嘅，咁就係
講呢一個梁振英嘅調查委員會嘅嚇。咁就所以就建制派又去唔到，不過呢個都唔出奇嘅，因為即係建制派唔會咁快去落注噶嘛。民建聯李慧瓊就透過啲風聲，即係咧佢喺即係接受即係商台節目訪問晴朗881嘅時候咧，佢啲語氣嘅爭辯咧就傾向就係撐林鄭而係貶呢一個鬍鬚嘅嚇。咁但係當然咧啲説話咧佢哋冇去到好盡嘅嚇。咁當然就方便佢哋日後即係接到收到指示嘅時候就先至撳掣啦，係咪？咁即係所以就我哋原本都想諗住即係入去即係示威嘅，咁但係喺會展咧室內咧即係都比較困難一啲嚇。咁但係咧即係從佢競選辦呢一個即係做嘢嘅方式睇嚟咧，如果我真係要混入去都唔困難嘅喎，係啊，因為即係你見到由慢必啊，即係 Miss Mo 依啲即係收到呢一個 invitation，跟住就俾佢公開呢啲咁嘅柒嘢，你就會即係見到其實即係幫林鄭嗰班競選辦嗰班友咧，即係完全唔係路嘅係。點解咁講咧？就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即係聽翻呢一個城寨嚇。阿劉細良喺我記得上個禮拜過年之前嗰集咧，奪命撈鬆咧就有特別去講即係林鄭個競選辦嘅問題。同埋林鄭個人嗰個問題，即係佢話林鄭個競選辦咧就係同5年前唐英年嗰個競選辦咧係一撚樣嘅，即係一啲即係資深嘅記者，即係入到去嘅時候咧，發覺咧競選辦嗰啲人咧10個唔識㗎喎，咁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資深嘅記者即係人面人脈咁廣闊，請佢嚟競選辦坐鎮，咁諗住入到去即係政界人士又好，其他喺傳媒工作過嘅人士都好，總會識得幾個咁樣方便合作。係即係可以好快上手呢啲，但係唔係喎，唔識㗎喎嗰度啲人。點解唔識咧？就係因為即係唔同嘅政治利益板塊安插啲人入去競選辦，唐英年個競選辦嗰度幫佢手去做嘢。咁點解要安插啲人入去做嘢？即係話我幫過你選特首喎，到時分餅仔嘅時候我有功勞嘅，你係咪應該分翻一份俾我嘅利益板塊啊？咁樣樣。咁而家睇嚟咧。係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嘅，係就係即係其實係好唔專業，入邊啲人林鄭競選辦嗰啲人，咁就所以先至頻頻甩碌啫嘛，甩咗碌都冇辦法兜翻轉頭啫嘛。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林鄭個人咧本身根本上都黐黐地線嘅，係嗱呢個根據劉細良嘅講法嚇，即係講緊5年前係。僭建風波咧，除咗燒咗唐英年之外咧，後尾都燒到其他高官噶嘛，孫明揚又有，連曾蔭權自己都賴嘢咁樣，咁就所以就係劉細良嗰陣時做緊呢一個中央政策組嘅，仲係曾蔭權嘅屬下啦，咁就係即係佢即係曾蔭權中意開早討會噶嘛，佢以前即係我記得都有專登開放過俾傳媒拍攝過早討會係點樣樣噶嘛，喺政府總部咁啊有張圓台中間有個大窿咁樣，成班人就喺度即係坐喺度開會咁樣嚇，咁啊即係就係林鄭喺嗰次會入邊咧就發爛渣咁樣，將發展局嗰陣時係發展局局長啊嘛，將發展局咧嗰啲即係關於即係僭建嗰啲條文咧就一沓咁印晒出嚟，兜嘢就劈咗落地下嚇，跟住話你哋自己睇呢班撚樣，可能佢會講撚樣兩個字嘅係，咁但係你即係即係已經香港最高層。成個政府部門嘅決策核心喺度開會都係其實同即係發爛渣，我覺得即係咁樣樣咯，係咪先？好似學生會都可能仲好啲添啊，係有人起身同你講 order， 即係講緊呢個跟翻會議規程啊，係咁樣，呢啲嘢仲嚴謹過係即係呢啲即係政府高官啊，曾蔭權嗰啲早討會啊，係。咁佢一個即係如果大家信劉細良個版本嘅話咧，即係林鄭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嚇。即係非常之即係跋扈嚇，即係睇唔起其他人，即係有權在手嘅話，咁嗱當然啦，有人就即係覺得就話劉細良你而家係咪真係捧即係雖然即係同大班唔啱咁樣樣，係咪都係即係捧呢個林鄭因為唔係捧呢個鬍鬚就撳林鄭咁第日咧就係即係中央政策組咧咁樣，你以前做過曾蔭權嘅中策組。咁你曾蔭權同埋鬍鬚嘅沙煲兄弟咁樣，你又可以回潮啊？係咪咁樣樣？嗱，即係我覺得講到咁樣樣咧就冇意思嘅，係即係
嗱，某程度上我覺得劉細良嗰個講法咧係說服到我嘅，即係唔係講緊林鄭係一個點衰嘅人，而係今次你見到撐林鄭嘅人咧，有董建華嘅系統，有原本嘅梁粉，再加埋西環，係吃盡奶力地咧係拱林鄭出嚟嘅。咁如果你係可以今鋪打巢林鄭嘅話，你亦都好大機會即係終止咗董建華係對香港政局嘅影響力。你冇撚咗董建華呢個，佢話晒都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啊，大佬係咪？又喺香港搞個團結香港基金係咪？即係繼續係運用佢嘅人脈關係，係即係影響緊香港嘅政局。咁再加埋嗰啲梁粉咧，我哋好撚憎嗰啲啦，高靜芝啊、邵善波啊、張志剛啊、黃卓琪啊，喺中央政策組搞正嗰班人。你係喺香港可以清洗咗呢一班，即係呢條路線，即係將香港係逐漸大陸化，為咗貫徹行政效率而放棄香港嘅核心價值。呢一班人係打巢嘅話咧，即係再加埋西環，只俾個機會，即係俾即係習總呢個整頓西環嘅話咧，咁對香港好難唔相信係一件好事嚟嘅嚇，因為呢個我某程度上俾佢說服咗呢個我就覺得係即係大家就係靠論據去說服大家咯，就唔需要講到即係好似我上集咁講，其實大家嘅諗法冇錯嘅，無論你話即係曾俊華係咖喱味嘅屎，或者你鬧曾俊華係咖喱味嘅屎，你就幫咗林鄭咁樣，咁呢啲其實喺呢一刻，我哋喺信息不明嘅情況之下，我哋都只不過利用現有僅存嘅資訊嚟希望做一個最有利嘅判斷，而呢一刻我哋係唔知道呢個判斷係對與錯嘅，所以你唔可以即係話人你咁樣，即係兩方面其實都鬧得好狠，可能淨係我見喺 Facebook 入邊即係嘅只不過嘅問題啦，係嘛？即係我見到林奇喺度開行火力屌鳩社民連嗰啲左膠咁樣，跟住啲左膠又喺度即係猛咁 post 喺度咖喱味嘅屎咁樣樣係話你班友喺度做乜春咧咁樣，即係支持呢個即係建制派咁樣，我哋即係搞雨傘運動食咗咁粒催淚彈嚟做乜春咧？咁快上升到呢啲咁嘅層次咧，咁其實第一件事，如果你話即係你驚習總拉一派打一派嘅話，你依刻咪中晒計咯，咪已經係咪？咁而去翻我最初講嘅問題就係話，就算習總拉一派打一派，咁你參唔參與咧？喺呢一個局面入邊，我會咁諗咯，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即係爭取民主，要唔同嘅香港嘅實力太過微弱，要揾人幫手。你揾美國佬幫手，或者你想得到西方社會嘅同情，咁如果用翻我哋頭先某啲人去批判就話撐薯片就等於陷入咗習總拉一派打一派嘅陷阱嚟講，你都可以話你喺香港爭取民主，但係無可避免都係陷入呢一個西方國家美帝喺呢個西方社會拉一派打一派，即係制衡中國嘅 agenda setting 嘅設定入邊嚟嘅喎，咁樣樣係。咁呢啲我覺得就政治現實嚟嘅嚇，或者你講翻一個最基礎、最原則嘅問題，就係你喺香港咁樣嘅環境之下，反對派嗰個勢力咁微弱，無論喺咩議題上邊咧，你都係冇辦法推動一個你想要，無論係民生嘅政策或者民主嘅政改嘅方案嘅時候，到如果係嗰個不民主，嗰個獨裁嘅當權者，你講緊例如係港共政權又好或者係呢個共產黨都好，突然之間施行一啲德政嘅時候，你會唔會因為佢係本身一個獨裁同埋不民主嗰個本質，而係去即係反對嗰樣本身係一件係即係被認為係德政嘅事情咧？係嗱呢個就係其實就係值得我哋思考。我冇答案嘅，即係我講緊係即係。喺而家呢一堆嘅我相信只係停留喺 Facebook 同溫層，關於撐唔撐曾俊華嘅討論入邊咧，係呢個係衍生到一個原則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嗰個係建制，我哋即係例如長毛咁講，我哋
搞咗咁耐雨傘運動，最尾啲選委投個建制派人物，咁我咪倒退咯，係咪先？但係如果嗰個建制派人物係嘛係支持全民退保嘅，講明咁，但係佢係建制派喎，咁你即係作為反對派贊唔贊成咧？如果中央嗰個係中央欽點嘅人，但係佢搞全民退保嘅話，而我再講多個例子啊，其實呢個例子我節目都講過㗎啦，我都重複過好多次嘅，就算有一個建制派嘅候選人係即係打破呢個831嘅框架，有公民提名即係普選特首嘅方案拎出嚟俾立法會過，咁大家好開心啊，拍爛手掌一齊過啦。咁最尾佢委任嗰個特首嘅選舉主任係梁振英嘅時候，咁點算啊？喺即香港人對於共產黨，即係共產黨走數最叻嘅時候，喂，呢啲數佢魔鬼在細節，佢可以玩到咁樣樣嘅喎，係佢有實牙實齒嘅承諾，而家俾咗你，咁但係呢啲細節嘅位行政上邊，佢都可以實行到佢篩選嘅本質嘅係。咁有咩防範咧？唔可以防範嘅，除非你個民意係強大到佢一咁做嘅時候，佢係會受到民意好大嘅反彈嘅代價，不惜上街又嚟個雨傘圍政府總部咁樣樣嘅啫嘛。所以從來關鍵個基礎都係民意嚇。我哋其實從來爭取民主嘅決心喺民意入邊咧係冇一個好強大嘅決心去做呢樣嘢，呢樣嘢先係關鍵啊嘛係。咁而家喺呢個局面入邊，能夠有能力係去將香港個方向係扭轉翻少少，大家嗰個期望係低咗嘅，已經低咗嘅。咁點樣樣去實現某啲嘅目標？咁呢個就係大家嗰個分歧所在啊嘛。即係其實兩邊嘅朋友係問緊兩條唔同嘅問題，一邊嘅朋友係問緊點樣先可以阻止到林鄭當選，或者點樣先可以阻止到梁振英路線係繼續治理香港？佢哋嘅答案係唯有支持曾俊華。呢邊係一邊嘅朋友嘅諗法，另一邊嘅朋友嘅諗法就係點樣係可以喺今次呢一個即係特首選舉入邊係可以令到雨傘運動當初爭取嘅雙普選同公民提名真普選係可以行前一步。咁佢哋得出嘅答案就係支持曾俊華，係唔可以或者冇睇唔到係為咗呢個爭取到公民提名咧可以行前到一步。所以大家兩邊問嘅問題方法唔同，但係所以得出嘅答案一定唔同嘅係。呢個就係我哋就係講緊點樣去溝通同埋係去減少即係呢一個梁天琦所講啦啊，黃台仰所講嘅減少不必要嘅摩擦同埋誤解係啦。咁當大家喺唔同 channel 嘅時候咧，梗係得出唔同嘅答案啦係。原來講下一百廢話就講咗講咗20幾分鐘啦。咁我哋第一節不如就完咗呢度先啦，當一個開場白。因為我諗住第一節講啲爆啲嘅嘢嘅，就係覺得係我最後諗落咧都係應該支持呢個葉劉係入閘嘅嚇。咁點樣支持佢入閘咧嚇？咁呢個不如我翻到嚟再同大家講啦係。